三，財政司司長會否考慮根據公司條例第32章第143條委任審查員調查上述事件有否涉及董事的欺詐、失當或其他不當行為？我哋不認為現時有需要由財政司司長根據公司條例第143條委任審查員調查有關公司。我哋知道目前已有多名嘅 Planet Yoga 嘅會員向警方報案，警方現正了解有關嘅情況並作出跟進。如果證據顯示有關事宜係涉及詐騙等刑事成分，警方係會採取適當嘅行動。問題呢就係局長冇答呢，究竟嗰萬幾嘅會員嘅利益係咪唔代表重大嘅社會利益呢？答我嘅問題呢就係局長冇答呢，究竟嗰萬幾嘅會員嘅利益係咪唔代表重大嘅社會利益呢？主席，我個認為目前我哋嘅調查跟進方法呢係有效嘅。